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立委本地打算5月16要去太平岛，不过今仔早起国民党团开会了后，外交国防委员会调委马文君表示，因为过当天5月17立法院有真侪重要议案要表决，惊讲天气歹会袂赴倒来，所以决定要取消行程，另工才上太平岛。 到太平岛来做一个试导，那对国防部来负责执行这个任务，我们都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了。对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调会马文君按算16顺领19岁国民党、民众党立委坐军机去太平岛，国防部副部长齐安普透早受访，才讲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不过伫国民党团会议了后，煞决定延期。这个会期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相关的法案都要表决，所以在这么长的距离之下，尤其在天后，万一有什么状况，大家回不来，也担心没有办法。 去表决，我们会择期来登太平岛。太平岛周遭的环境是蛮复杂的，那要去是时间可以吧？当然可以控制，我支持。只是我因为个人去过很多次了。马文君解释，因为17立法院要表决国安5法这法案，因为国民党团希望全部拢到位，烦恼天气状况可能影响军机起降，所以决定延后。原本因为行程安排无报名去的国民党军系立委陈英康是讲，家己支持领导也认为南海情势会控制。 迷途知返，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是谁让国民党突然醒过来的？发现这时候去对国家无益，对区域稳定无助。我们也希望立委们呢，也应该要考量国安单位所得的建议然后在现在这一个时刻呢做出最好的选择。行政长陈建仁对立委的权责表达尊重，不过只指出太平岛周围海峡情势不稳定，呼吁委员应该考虑国安单位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